都来礼后，我们今天真的所有来到现场的都是唱将级的，所以讲呢，咱所有爸爸妈妈以后呢，这是来自咱新北市咱的钟燕燕小姐，再来金剑辉，听歌拍扑啊喽，掌声鼓励。晚安，晚安，美女晚安，晚安。咱这场袂歹哦，大家都掌声非常热烈，谢谢大家。天良大家族。五个大家族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是平安夜，祝福大家平平安安，谢谢。
鼓励这首金针花。谢谢我们漂亮的燕燕姐。燕燕姐，我真正嘛袂记得讲之前到底有和我主持过啊，来唱过啦，我有印象啦。敢若有啦，敢若有。哦，真正。来，这嘛，咱老板娘呢哈？哎，你第几次来这边唱？大概4、5次吧，有。4、5次。麦克风，今天哦，都是跟五哥来比较多。每次都跟他来哈。哎，我五哥拢。哦，你带的。大叔，我跟你讲，五哥拢写在几挂才女，你知道我们这位也是才女哎。对呀。要办那个什么画展，2月画展，2月要办尾店哦，就厉害，你看。是啊。国父纪念馆，对。那礼拜这一档提升。可以提升我们所有人的一挂叫做素质，咱来看夜店，对啊。咱们拢画山画水的啦。你咧画山画水，跟你无共款哦。那你甲五哥拢画迄个画好。无啦，五哥，你跟我无关系。来，谢谢我们燕燕姐，那有空的话希望常来，好不好？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对啊，有没有好朋友要跟他问候一下的？天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平安夜，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燕燕姐有空常来，也谢谢阿信大哥，谢谢咱的做签品啊。